2025年12月23日，星期二。主題：默西亞的使者與當代社會的煉淨。馬拉基亞書為舊約畫上咗句號。當預言漸漸沉靜，宗教嘅制度逐漸咁樣固化嘅時候，天主承諾要派一位使者，揭露腐敗，醫治破碎，使天主子民重新準備好迎接佢。馬拉基亞嘅意思就係我的使者。經文本身並未透露佢嘅身份。基督宗教傳統將佢同依撒意亞40章3節連接起嚟，睇作係洗者若翰嘅先行預象。馬拉基亞用唔舒服甚至刺痛人嘅圖像嚟到描述呢一位使者。他要像煉淨金銀的火，像漂布的臉。火係會灼燒，臉係會刺痛。真正嘅淨化從來都唔會係溫柔。馬拉基亞痛斥當時嘅司祭，佢哋濫用權柄，怠忽職守，對窮人漠不關心。洗者若翰同樣都係咁，佢指出宗教制度同埋政治權力、經濟利益嘅糾纏，將皈依嘅要求推到去人嘅良心深處。兩位先知都企喺體制嘅外邊，兩位都要求悔改，兩位都揭露咗敬禮同埋正義之間嘅巨大落差。若果馬拉基亞同埋洗者若翰今日嚟到我哋呢度當中，佢會點講呢？按照天主教社會訓導，福音從來都唔係只關乎個人靈修呢個信息，佢永遠係具有社會性，一個冇改變我哋點樣去對待工人、移民、老人、婦女、大自然、窮人嘅信仰，仍然係需要煉淨。若果馬拉基亞同埋洗者若翰今日面對我哋嘅社會，佢哋好可能會咁樣講：你們的祭獻很純潔，但你們的職場卻摧毀人的尊嚴；你們的禮儀很莊嚴，但你們的經濟制度卻丟棄弱小者；你們口中尊主，但社會結構仍然偏袒富強者；你們祈求和平，卻從阻止和平的產業中獲利。過去馬拉基亞要潔淨利未人，因為佢哋主持敬禮。今日主想要潔淨我哋，因為我哋喺世界中代表咗佢。厄里亞嘅使命，修復破碎人類嘅家庭。馬拉基亞書最後一句講：厄里亞將來使父親的心轉向女兒，使女兒的心轉向父親們。馬拉基亞先知書3章24節，呢一個係一種詩篇化嘅表達，修復關係，療癒破裂，重建人類的共同家園。喺今日呢個正係社會訓導對我哋嘅召叫，喺被當作生產工具嘅人身上恢復人嘅尊嚴，喺崇尚個人主義文化中重建團結關係，喺不義嘅結構裏邊重拾正義同埋法律嘅公平性，喺只係獎勵少數人嘅經濟體中尋回共同善，喺受傷嘅大地身上推行真正嘅生態悔改。呢一個並唔係懷舊，而係先知性嘅召喚，建設一個新嘅世界。今日嘅使者，邊一個願意替主準備道路？洗者若翰一無所有，佢唔懼怕強權，亦都唔稀釋真理。佢嘅權威係嚟自佢透明無偽嘅生命。每一個時代，天主都會興起咁樣嘅一個人。佢哋通常都唔係司祭，唔係主教，
亦都唔係學者，而係一個邊緣喺沉默中而唔係被看見嘅地方，為正義同埋憐憫燃燒嘅人。也許馬拉基亞今日喺度問我哋願唔願意被煉淨呢？我哋願唔願意喺自己嘅時代為主預備道路呢？接納使者意味住讓天主焚燒我哋嘅自滿、妥協、恐懼同埋借口。結語：臨近聖誕社會性嘅守夜，當將臨期嚟到尾聲，馬拉基亞提醒我哋，準備默西亞唔係只係點蠟燭、念禱文。佢要求我哋讓天主煉淨我哋嘅社會想象力，人嘅尊嚴，任何人都唔能夠被視為可以拋棄。共同善，超越個人、國家同埋企業，團結互助。有啲人嘅痛苦係所有人嘅關切。輔助性原則，權力必須服務而唔係統治。洗者若翰當年唔係用安慰嚟到準備百姓，而係用覺醒。今日我哋亦必須係咁。聖誕唔單止係嬰孩嘅誕生，更加係一個新世界嘅誕生，而我哋有責任參與建造。